天九順利埋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第7場女王銀禧紀念杯，準備。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啦，今日前面快嘅馬，外邊啊醒目波幅啦，大外檔其次鮮明，睇下吸唔吸到埋你啦。再見到內欄位置誰可拼啦，中間呢紅帽仔白衫就係天九嚟噶，再喺佢外邊花月春風啊，中檔呢仲有好健康一路執緊噶啦，響佢外邊呢就大運財啊，尾4內欄黑衫滿彩啊，尾3就一寶，尾2恩格斯，咁啊遙遙墮後嘅一隻馬呢就係包裝博士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醒目波幅貼咗欄放就一路扣住啊，其次鮮明呢就喺呢個第2位啊，再後邊內欄第3誰可拼啊，咁啊外邊第4位呢仲有花月春風啊，中間第5位呢紅帽白衫就係天九啦，內欄有滿彩啦，咁啊中間好健康一路頂住咗呢就係嗰隻大運財喺出邊噶，尾3一寶，尾2恩格斯，包裝博士都追翻近啲，暫時喺呢個包尾嘅位置啊，過埋呢個600米段處入直路咁滯啦，醒目波幅帶嚟咗半個身位，其次鮮明2搭第2位啊，外邊花月春風啦，內欄誰可拼，中間紅帽天九啦，外邊大運財嚟啦，再跟住佢一齊出呢，外邊仲有一寶啊，最出包裝博士，最後300米埋邊其次鮮明鬥緊呢就係花月春風啊，出邊呢曲隻手咁啊，大運財都一路輕輕咁比下啦，咁啊上緊嚟噶，再後啲仲有一寶啊，埋邊呢仲有呢恩格斯，最後100零米大運財真正騎落去，接嚟咗半個身位，埋邊花月春風，外邊一寶接近咗啲大運財輕鬆贏啊，第2名花月春風啊，第3名呢就一寶啊。咁啊睇翻偉達爺馬整套動作同埋最後300米嘅整個過程啊，咁啊睇嚟呢隻馬都仲有好多享受。大運財贏咗呢個女王銀禧紀念杯。大運財大熱取勝26蚊，花月春風跑第2，一寶跑第3，第4呢好似係埋邊都打側咗少少個頭嘅恩格斯喎。係咯，頭有咩事歪嘅喎？2同7就2同6就影相啊，喺個第4名嗰度，但係大運財喺前面都贏得幾輕鬆喎。啡格 Q 1搭3，又係應到不得了，得翻10倍。最高級數嗰兩隻馬包 Q。恩格斯第4啊，影到啦。係咯，而家都係。係啊，終於都係。好啦，呢個時間落到去下邊啊，睇下呢一場賽事女王銀禧紀念杯嘅頒獎儀式。再一次恭喜大運財啦！喺呢度幫馬主啦、練馬師同埋騎師咧去爭咗一個功名啊！大賽騎師啊，今日咁貴啊，都變咗馬主潘蘇通先生，亦都好開心啊！大魔都派出幾隻都好惡㗎啦，有級數啊，又有實力強又有狀態好又有，但係結果都係鬥唔過佢。睇下點跑啊！9檔起步，出閘都順利啊！見偉達都想霸翻個靚位啊，俾幾步先。咁預期放頭走嗰隻都係醒目波幅啦，不過第一次上嚟跑1000應該唔會話好快嘅，亦都真係幾隻輕磅馬叫跟得前啲。其次鮮明其實就反而早段都真係跟得好前喎，呢度拍住嘅醒目波幅嚟。冇計啊！佢呢個檔咧，如果佢唔縮就選擇不如擺前啲，但係擺前啲又冇馬有遮擋。佢又好似比較，你見個頭先都揈咗幾次。誰可拼啊，捉翻住一個第3位啦，咁啊跟住中間係天九出閘都順利嘅。誰可拼個位係最靚啦，翻嚟冇就真係都未係好及呢一組嘅馬嘅實力咯。花月春風啊，縮翻落嚟跑1004，就算望空都唔緊要啦嚇。咁啊呢啲跑開啲1600、2000嗰啲步速仲慢啲啦，啲長已經係 OK 嘅，呢啲步速對佢嚟講。咁啊開邊大運財跟住佢有遮擋嘅，一寶亦都有遮擋嘅。反為好健康啊，比較立啲喎早段啦，有一啲尾3嗰啲位置。咁恩格斯就喺裏邊捐。咁出咗嚟先啦，見到花月春風，因為要跑少均速，佢唔係爆好爆得㗎嘛，梗係走先等你追啊！哇！你見偉達輕鬆到，哇！呢度揚兩下啫，都過你啦。開面就打到死唔死嗰隻係一寶嚟嘅。背湯尾都要牙開嗰隻醒目波幅先捐到個位上嚟㗎。
睇下個分段時間慢步速13秒2、22秒39、23秒78，末段22秒48，總時間1分21秒8半啦，總時間係慢於標準時間7線嘅。